最近天气正凉冷，全台湾关怀中心的库存嘛已经要有警报咯，平均只剩7天到10天。主要是因为天气上冷咯，有真侪心血管疾病的病人开刀需要准备真侪花，所以嘛呼吁民众去关怀救人。今仔是113年关怀月的头一天，不过今日花莲关怀站刷零清清，只有2位定期关怀小班的民众。那关专会民众刷一个拢无，其中 B 型、A 型、AB 型上欠。像这种缺血期的话，对有需要的人就会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啊。紧急需要血，然后去血库来拿，却拿不到血。因为花莲人口的数不多，所以捐血的应该像血液都缺的蛮多的。血库架顶各种的血液存量平均只剩7天，不过花莲地区每个月用血量大约伫3800题，合区病院平均每天都要用掉125包有骨切扫的求警报，到时阵才会当向台北关怀中心调。每个月都有必须要有600到900中间的这个血是要跟台北那边来调来使用的。那一旦像最近呢，台北这边捐的那个量也不够，他们医院在使用的时候，我们在调血的那个困难度就会在提升。那台北关怀中心的血液库存量也只剩47天，新竹台中4天，高雄47天，全国血液库存量拢偏低。那最近的状况就是，如果天气冷，那我们的捐入量可能就会减少。那再加上医院会在年节前用血量会比较高，冬天心血管疾病的人会比较多一点，所以一般我们在农历前1个月，我们的用血量也会比较高。台湾血液基金会强调，虽然各地关怀中心拢伫拜6、礼拜2加强关怀活动，不过到7月全台平均血液库存量只有7.9天，目前也无法应付拄比年节期间10天的血液安全存量，呼吁民众变抢的关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